別把錢留到死呢本書嘅作者鼓勵我哋將有限嘅時間投資喺真正有價值嘅經歷上邊，好叫此生不留遺憾。冇錯，人生嘅歲月唔應該只係為咗儲蓄金錢，更加要累積永恆嘅價值。聖經話：你們嘅生命原是一片雲霧，出現片刻就不見了。生命短暫無常，錢財亦終必過去。唯有同永恆嘅神建立關係，先至係真正嘅智慧。耶穌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邊，又從死裏邊復活，賜俾我哋新生命同埋永恆嘅盼望。當你將人生嘅主權交俾耶穌嘅時候，你嘅生命就唔再只係有今生嘅精彩，而係有永恆嘅把握。黃金嘅歲月唔係在於你活咗幾耐，而係在於你有冇得着真正嘅幸福。願你今日就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以得着佢所賜俾你永遠而豐盛嘅生命。